好几个朋友都是骗子啊？他们骗什么？每次在路上遇到哦，都说下次约吃饭，但是都没有。可恶，骗子！等，真没有在骗你，只是在讲客套话而已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更夸张。哦，他怎么样？他一开始超有诚意的哦。啊，小笼包，这下次一定要约哦。这就是很普通的客套话。可是他跪着讲哎，太有诚意了吧？然后手还抓着胸口，晋级的巨人吗？然后就突然倒地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姿势啊？救我！救我！我的腰！啊，原来是心脏病发，不，赶快救他！拜托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？你到底想要干嘛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平常太不会讲话，到处得罪人，所以天神就派我这个天使到你身边，教你怎么样拍马屁、统引卡狗，增进你的人际关系啊。啊，统领卡给我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客家话巴结人、拍人马屁的意思啦。哦，那为什么要客家话讲啊？哦，这是因为天神说过，教人一句哈嘎发，胜造7间教堂。太值得吐槽了吧？为什么要用手语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天神当初就是这样跟我讲的。而且明明就是佛教的概念啊，还有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吧？对，佛教是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但是天神说的是教人一句哈嘎发，胜造7间教堂。哎，那教人哈嘎发的 CP 值很高哎。对啊，所以赶快跟我学统引卡狗，来念一遍。统领卡给没错，不是啊，学这要干嘛啊？哎，这可以帮助你的生活哎。没有啊，哎我是觉得啦，我们做人啊要脚踏实地啊。我整天那边统领卡给那像话吗？哎，你不要看不起统引卡狗哦，如果做得好，它可以为你通往人生巅峰打开一扇大门呐。没有啊，我问你啊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哎，很普通的工程师哎，为什么天神要派这个天使来叫我统领卡给我？你不要妄自菲薄，虽然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但是你学会统引卡狗，增进人际关系之后，你就会得到老板挑嘎的赏识，一步一步升官发财，最后打造出一个全新的智能 AI，最后人类的文明会被你彻底改变。真假的？我这么重要？你看你被拍马屁也蛮爽的。屁，不是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统引卡狗没有那么负面啦，你就想想看，你就把它当成怎么样赞美别人，去no 别人，你自然就会得人喜电影像嘛。来，你跟我念一遍no。对啦，就赞美别人的意思，客家话。哎no。你在跟谁讲话？啊，我在跟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他看不到我啊，真假的？看不到我，看不到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在讲电话啊。哎，我们朋友找我，下次再聊啊。拜啊 ，B。你的耳机呢？我耳机这是耳内式耳机啊，最新产品啊，所以你看不到嘛，你看不到这样。哦，好了，哎，那你觉得我这个新版裙子怎么样？你觉得好看吗？要看你对好看的定义是什么啊？各位，这就是我的日常，因为我的男朋友是工程师。工程师是一群异于常人、特别实事求是的人，对吧？导致他们是非常难聊天的。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你们马上就可以感受我的痛苦。像刚刚，我兴高采烈的过去问他说：“宝贝，你觉得我的新裙子怎么样？好看吗？”他会说：“那要看你对好看的定义是什么。”那我想说没关系，我们换个话题，我就问他：“宝贝，那你现在喜欢我有几分？”他就说：“那满分是10分吗？那从0分到10分，那个每一个集句要怎么算啊？因为你就没有把它定义清楚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哎。就其实我真的只是想要听一句情话，结果他在那边问一堆废话，搞得我真的很想要骂脏话，所以我就会瞪着他，你就给我说，他才会知道大事不妙，赶快补一句情话说。没有啦，宝贝，我是真的爱你啊。如果今天我失去你的话，我的快乐只会剩下55%到60%而已，哎，也算太多了吧？他不讲还好，讲了我更爆炸。结果他竟然还说：“宝贝啊，
你不要生气，你先冷静下来。因为我觉得我不讲出一个数值的话，它不够具体啊，感觉就我只在说好听话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拜托，我们女人谈恋爱就是为了要听好听话，对吧？不然怎么样？不然我来听你简报吗？我们就是来听你帮我卡狗而已，好吗？那要看你对好看的定义啊。你不要问什么定义，你就跟我说好看还是不好看。没有，因为每一个人对好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就问你，觉得好不好看嘛？我是觉得好看，但别人又不一定觉得好看。所以你就是觉得根本没那么好看嘛？那如果我穿什么都不好看的话，我们就分手啊！没有啦，宝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生气啦。都做嘛该啊？没有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Samuel， 女孩子问你衣服好不好看，你就讲好看，后宽就好了嘛。来念一遍，后宽，后宽。哎，对了，但感觉这样只是在敷衍他而已啊。那你就敷衍他就好啦。不可以啊！啊，我对朋友是很认真的啦。认真是不是？你光连女朋友的发音都不对了。男朋友发音也不对，男朋友是男朋友，真的是乱七八糟，你们俩乱七八糟的乱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讲好话就可以了啦。你看你认真到他要跟你分手分数啊，认真有什么用啊？那我要怎么办？统一卡脚，朋友要统一卡脚，所有人都喜欢啦。真的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好，那我试试看。宝贝，那你觉得我裙子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，后坤呐。比昨天那件啊好看多了。你想吵架是不是啊？是后宽，后宽，对，你们这对情侣到底怎么了？后宽呢？而且哪一个 Samuel 也听到自己昨天的裙子很丑，懂这也是会开心的啦。我跟你讲，昨天那件是真的懂这。哎呀，没有人在乎啦。你这样讲出去他会觉得你在小拿吉啦，小拿吉。就是消遣他，拿他开玩笑的意思啦。这次我有念对了。对，来，但我又没有谁那给。我一句你一句，好不好？来，宝贝，那你觉得这裙子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好看，这个颜色跟你的肤色很搭。好看啊，这件啊跟你的肤色很搭。剪裁也很利落，剪裁也很利落，腰身收得很细。腰身啊，我们朋友腰身吗？说什么？白痴啊！白痴哦！我白痴！你这一句不要学啦！这一句暂停。对，我可以暂停。怎么会有红灯啊？随便管他了，还给我暂停！你还跟我说什么暂停？我看你来在想要暂停吧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暂停啊？那个给不你跟扣打好像用完了。扣打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等我那个技能冷却的时间过了，我就会来救你的。没啊，那我先跑啊！你赶快跑啊！我要跑！我跑！我看你也别急着跑吧，我倒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说说看，我现在生气的程度1到10分，你觉得有几分呢？啊，生气的程度，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生气的程度啊！我要打死你！你10分啊！阿妹我，到底是要多直男才会统饮卡脚？弄得要分手分数啊，莫名其妙嘛，根本就没见过这种人。宋明翰，天神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不用那么狡猾啊，不用那么狡猾。你不是说人只要会痛宁卡掉，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？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我实在没想到，我真的找到了一个直男里面最直男的臭直男。我没想到随便换一个人就会成功的。别忘了我们的赌注，你要是再失败了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啦。你放心，不会失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。神经病啊！谢谢。我也是倒霉了，随便挑一个男的，结果挑到那么奇怪的一个男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漫才组合，叫做龙丹丽，他们智商应该有比较高一点哈。我们掌声欢迎，看我可不可以成功。太高了！给我一个5，给我一个5！到，太高！回来了！丹丽，回来！
啊，台港后，我们是愚人时代的龙丹丽，龙丹丽啊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哇，啊，丹丽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请说。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骗子，啊，他们骗什么？每次在路上遇到哦，都说下次约吃饭，但是都没有。可恶，骗子！等，真没有在骗你，只是在讲客套话而已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更夸张。哦，他怎么样？他一开始超有诚意的哦。啊，小笼包，你下次一定要约哦。这就是很普通的客套话啊。可是他跪着讲哎，啊，太有诚意了吧？然后手还抓着胸口，啊晋级的巨人吗？然后就突然倒地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奇怪的姿势啊？救我！救我！我的腰！啊，原来是心脏病发，不是，赶快救他！可是那时候我有点赶时间，所以我就先走了。不准啊！给我救他！不要。他后来没约我吃饭。没办法喽，他没办法再约你吃饭喽。可恶，骗子！等，他没有在骗你啊，他就是在讲客套话而已。而且客套话大家该都有这种经验吧，就是在路上遇到很久不见的朋友，都会打个招呼，说一下客套话啊。像这样示范一次。小笼包，丹丽吗？哦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很久不见哎。怎么样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哦，最近参加一个葬礼。哦，这客套话也太沉重了吧？没事啊，这长大之后才知道人生无常嘛。是啊，谁会想到他只是跟朋友聊个天，就心脏病发走？想得到啊，就跟那个人吧，完全是你害的。好同学，这顿饭我们下辈子吃。本来不用等到下辈子啊，到底在干嘛？不过还好，我的男朋友都不会骗我。啊，男朋友？不是，通常情侣之间反而不只会讲客套话，还很会拍马屁吧？懂会 talk 你呢？talk 是什么东西啊？talk 就是哈嘎发，拍马屁的意思。你干嘛突然要教大家哈嘎发？我是客家人啊，而且上帝不是说过了吗？教人一句哈嘎发，圣召期间教堂啊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哦，接受了吗？吐槽我，不要给我接受。吐槽，再一次。再一次。你一定记得的啦！哎呀，快点。好，上帝说了。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什么？我想一下。天神说。天神说过，教人一句哈嘎发，圣召期间教堂啊。哦，错了啦，是9间呐。吐错了吧？浪费我时间了。算了，聊回这个客套话好了。好。没有，像你看哦，你的男朋友问你说，他今天好不好看？你也不可能说他很丑，一定会拍他马屁 talk 的。那如果他真的很丑怎么办？太过分了，真的很丑，干嘛跟他在一起？因为钱呢。太实际了吧？不要这样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来演男朋友，我们来示范一次。你才当不了啦！不要吵啊，模拟而已啊，没有真的想当啊。好啦。宝贝，你觉得我头发这样短短的，还是留长哪个比较好看呢？宝贝，我觉得你头发不管怎么样，都比我家的狗好看哦。你这是在骂我吧？如果留长的话，就比较像马尔济斯。不要比喻啊！那如果短短的话，不要说什么吉娃娃，应该会比较像保龄球哦。谁呀？保龄球是什么发型啊？那如果你中间直接这样给我剃一条的话，不要再讲，谁中间会直接剃一条啊？我跟你说，下雨天的时候，雨水会在这里汇集成一条河流，然后在这边一直流。太奇怪了吧？我会撑伞的。哦，那你应该要撑在这里。不用了，撑上面了，头顶了。不要再流了啦！安静啊，喂！痛哟，很痛哎，活该呀！谁叫你一直闹？不然这样子啊，不要讲男朋友了，换一个情境好了。好，换情境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有一些那种公司主管，他们超喜欢开玩笑，可他们讲的笑话就不好笑，可是你不笑又很尴尬，所以只要配合假装很好笑。你遇过吗？当然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公司啊，上次开会的时候，我的老板 Tioga 讲一个超难笑的笑话，我还要硬笑配合。啊，你说说看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各位同仁，我们公司营业额亏损，所以要进行裁员。”等下，这不是笑话吧？等，这个收效不对吧？哦，不对吗？不对哦。他后面还要讲一个。还有。第一个小笼包，完全错了啦！我说的是真的在讲笑话，你现在是自己被当笑话了。不然这样啊，我示范一次啊，我演你挑嘎。哦，好。小宝，挑嘎后，跟你说啊，是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条脊椎。
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孩子都出生了。哦，再一次，快一点。好好哎，小宝，啊，是跟你说啊，每个成功的男人都太快了啦。成功男人有什么好笑的？哦，对耶，再一次，好小宝，啊，是跟你说啊，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条脊椎。你知道你要笑吗？跳嘎，我真的找不到笑点，我要辞职。不要这样就辞职啊！想不到这一队比上一队更白痴啊！而且没有想到 ，C 摸也竟然比 C 拉也还要难搞。不行，我还要再加把劲。不要这样就辞职啊！可是我听不懂跳嘎的笑话啊！像我这样的员工，待在公司里面还有什么价值呢？错了吧？员工的价值不是只有这样吧？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 talk 跳嘎啊！啊，不然我们改变一下策略好了，你就用照顾挑嘎的方式去 talk。哦，照顾我最会了。照顾来，跳嘎，你坐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跳嘎，今天有没有乖乖的啊？啊，那跳嘎，我推你去晒太阳喽。啊，看护啊，这是看护在带阿公出去放风吧？啊，你刚刚不是叫我照顾跳嘎吗？不是这种照顾啦，我说的是，你看挑嘎平常生活需要什么，提前一步帮他完成，贴心的这种照顾。哦，你是说跳嘎上班喜欢喝咖啡，那我就提前买咖啡这种吗？你刚才前面在装傻吗？那挑嘎想要吃竹笋，我就去竹林里枯笋。梦中枯笋，那如果天气太热的时候，我就先把挑嘎的椅子扇凉，再给它坐。现在有冷气这种东西哦。天气太冷的时候，我就先钻到挑嘎的被窝里面，把被窝睡暖了，再给它睡。你是黄香吗？挑嘎，来睡觉觉那这喽！只是小三而已吧？来啦，不行啦来睡，觉觉，不行可以啦。那虽然很想，但不行啦。不行干嘛？你背后，背后什么东西？你不要吓我！什么东西？背后有，什么背后啦？什么背？你看仔细，你背后有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背后有什么？有什么？一条脊椎。啊，脊椎啊！不要偷我的冷笑话。谢谢大家。你又失败了吧？啊，对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找这个漫才演员来统领卡 Q 的啦。你不是说他们只要同你调教就过幸福快乐的生活？我跟你说啦，虽然说哦，刚刚是蛮失败的，但如果拍马屁顺利的话，还是蛮爽的啦。你少废话，没有忘记我们的赌注吧？没有，你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！先生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他是善良的。先生，他很努力了。没错。他是谁啊？哎，你来乱了！你们来天堂干嘛啦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嗯，教人一句哈嘎发，胜造7间教堂啊！哎，错了啦，是9间呐。吐错了啦！吐我一下。不是啊，我们教这个观众念哈嘎发，这个通宁卡 Q， 还有这个懂不会透宁，哎，得到这天堂直通证啊，上天堂的门槛也太低了吧？天神很难呢。虽然通灵卡给我投机取巧，但是适当的透灵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嘛。对，没错啊，每个人都喜欢本宁头嘛。对，而且他来教我们同龄开狗，也是为了我们好啊。没错。哦，所有人都喜欢吗？哦，超喜欢的，喜欢喜欢哦。那好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轮流来痛爱。如果能让我开心，那我就放了他；如果做不到，你们就跟他一起下地狱。真的假的？我哦，小猫你要先来吗？我要弃权。直接弃权啊！对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弃权对我们大家都比较好。确实啊，给我回来。不如就我先来吧。来，靠你了，靠你了。奇人哥，加油！哎呀，亲爱的天神啊，你长得非常帅，你的帅度大概有9分吧？9分，我是怎么定义9分的呢？喂， 9分是跟这种人交往辛苦了，你懂我？交给我。哎，加油！加油！靠你了，靠你了！靠你！天神啊，天神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你的心上人。
天神，请问你有打火机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点燃我这颗心的？哎，你说你整天行走在这水面之上，那这样你要怎么和我一起坠入爱河呢？你离我远一点！哎，我是叫你们痛爱，不是叫你们撩爱啊！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屁啦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吧？可以啊，你刚刚怎么了？少啰嗦啊，快点，换下一位，下一位。看来这得我出马。来，就靠你了，交给你了。交给你了。啊，天神，哎，今天气色怎么看起来这么棒啊？是吗？还有你这身穿搭，这个剪裁也太适合你了吧？啊，真的啊？真的。我真的从来没想过，传说中的天神竟然长得这么帅气可爱。哎呦，说得好啊！今天能在这里遇到你，真的是三生有幸。三生有幸啊！而且相逢即是有缘，既然大家这么有缘分，哎呦，那就卖个面子嘛。对啦，包括我们啦。有缘分是吧？有缘分，有缘分。你们全部给我跟他一起下地狱！我到底说错了什么？没有啦，缘分是佛教的概念啦。这样也不行吗？怎么办啦？你们这些人类本来应该要脚踏实地，努力工作，你们却整天只会想着痛宁卡救，把人世间搞得乌烟瘴气的。你们可知错？哎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对，通音卡狗确实是不正当的行为啦。我们人类想要靠这种邪门歪道一步登天，确实是不应该啦。不应该。但是继续，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愚昧无知啦。对，我们既不像您，又全知又全能，也不像您一样公平公正，又充满了智慧。没错。人类像您一样不喜欢本领透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啦。太少了，根本没有啊，没有，只有你啊。这倒是真的。你也喜欢本领啊？谢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为大家介绍所有的演员。首先是我们的天神吴硕恩，我们的喜剧乐偶，还有我们的柔丹丽，还有我主持人宋明翰。祝贺你们，拜拜见，拜拜。